干菜，害了客家春气，占日润。民国40年代，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，满片都看得到阿兵哥。冷天时见到阿兵哥，全都众人喷喷个抬乌坡伞。我哋庄下人看到了条兵呢，就很知道乌坡兵。有讲知道是冲山呢，其实很知道按道冲山呢，有多少看强人嘅感觉。讲事实，我哋全没是冲山呢。除了念出名以外，只不过来台湾的时间有早有慢停停。该用是主事，南水蛇信，没少敲错，就会少沙滩。我哋先不该所在，很少有人少沙滩。大体都是少敲，有的人会少喂啦，这是日本话。有没有人讲坦然，就是用产水的沙滩，造成冉冉东岸日空的转呢，还蛮有牙齿，用田这就很好，不是讲嘞。有年冷天照身头打走，政府介入年来到这乌坡边，想来买到巧货就盘蛇信，人生路不熟，讲介话就冇相通，只讲介系面向北方介话。我哋先部分题改良时，全系讲开了黑，故所以南向北调，交通实在讲有好困难的。基门扎个路人按拄好，就大俩就准。请问哪里有卖干菜的？该家本地人挺热心，只能路老几讲，两条路赶出去，各条街上左边行，提3件就系，火动车乜街都有。依照该本地人讲解，行啊行到该见店儿面。天然来，很难做事，门蛮开，佢碰下門，店頭家出來開門，門一開，佢看到店內貴件嘅乾菜一副副，頓然擺到張，頭家蠻開咗一條台嘛，哪里個逼？这哪里是干柴？该头家是小用黑人讲，不是比，大幅都系6.4。